位于中华西路顶的林安桥是台南安平到中西区主要的干道，车流量相当的大。因为该桥已经36档的老桥，经过检测有危险性。伫高雄部5亿的专业补助，目前2边变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不过受限台电光线牵线，预计8月底就要封桥，改行变桥替代道路。目前林安桥它两侧的钢便桥已经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但是因为台电的管线在那边有15条，那需要做迁移。那这个迁移呢，为避免大规模的停电影响住户的生活呢，我们一次只能迁移2条。那整个迁移完毕呢，需要3个月。所以等整个管线迁移完成之后呢，我们的林安桥这个钢便桥，我们才去铺设 AC。那依据这个时间点，在8月底才能够改道通车。交通重启部，我们现在把它建之后呢，对于我们有设左转车道，然后也有两快2慢，还有人行道的配置，让整个车道跟人行更加友善这样子。干部局表示，到时新桥除了结构安全，同时会考虑配合运河游船，neu地高停会有关1.2公尺，希望彰显运河水路运输。我们趁这次改建呢，除了把那个结构安全改善以外呢，那也相对抬高1.2公尺，让这个观光游船能够通过，然后让到达我们的运河新传，串接我们台南市的精华地带。林安桥新桥预计2024年底完工，改建期间嘛，请沿路人注意双向替代道路的路况，小心通行。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